家咧處身喺呢個赤柱一個小山丘上邊，喺我後邊呢個呢，係一個馬利諾會啊，佢哋嗰個修會一個地方。咁佢哋嘅正式名呢，就叫做美國天主教全教會，係1911年成立嘅，喺美國嘅紐約嗰方面。咁就舊年呢，佢哋好隆重慶祝佢哋成立咗100週年。咁呢個修會可以講話佢哋成立，點解成立呢？就為咗嚟到中國傳教。咁所以可以講話佢哋呢幾十年裏邊嚟講呢，對成個香港呢都好多貢獻方面嘅。貢獻方面包括咗佢哋呢，大家知道呢，喺第二次大戰之後呢，香港6幾年嘅時間呢都好窮啊。我哋話受到有好多外國人嗰啲嘅物資啦，譬如話食嗰啲叫救濟品啊，有麵包啊，甚至有啲人呢當嗰啲芝士係嗰啲嘅勞工鹼嚟洗衫啊，仲有好多麵條啊，咁好多人都係受過美國嗰啲教育，佢哋捐助呢方面嘅。咁除呢之外呢，呢個馬利諾會佢哋都辦咗好多學校啊。譬如觀塘咧，佢馬利諾一個書院啦，仲有幾個地區都有啲嘅學校啦，有中學有小學啦，同埋都有堂區方面啊。講到堂區方面呢，成個觀塘大區啦、秀茂坪啦、樂富啦、牛頭角咧，都係由呢啲馬利諾會神父佢哋負責嘅。可以講話佢嚟到呢度呢，唔單止服務呢，都建設呢個本地教會，亦都喺10幾年前呢，佢哋協助呢成立咗一個叫做香港天主教教友傳教會。佢哋安排咗呢，有10幾個唔同嘅教友去到非洲啦，去到亞洲啦，譬如話呢個緬甸啦，去到泰國咧傳教。經過咗一段時間裏邊呢，使到啲教友唔單止去受惠，都將主嘅福音咧傳揚開去。咁所以過去呢，可以講話佢哋對成個香港無論社會方面呢，對教會都好大貢獻嘅。